欢迎收听1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6章22到27节。约书亚记6章22到27节，你曾经和谁有过约定吗？你是不是还记得当时约定的内容呢？或者你还在履行这个约定？今天的约书亚记实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约定，这约定竟然来自400多年前，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约定。而当时亚伯拉罕他还没有改变名字，他还叫做亚伯兰，也是我们今天祷告的经文。创世纪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当那日对今天的约书亚记来说有多远呢？有人说是400年，这么远。有人比较精准一点，说大概430年。这个约定来自400多年前，上帝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的约定，即使到亚伯拉罕死，这个约定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上帝没有忘记摩西，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摩西在生前只看过迦南地，但没有进入迦南地。然而这个应许，这个约定仍然在往前推进，来到了今天的约书亚记，这个以上帝为他们元帅的约书亚军队，他们真的进入了迦南地，而且是进入了这个耶利哥城，人称最难打的城墙，非常坚固的。但上帝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这个城墙倒塌，让以色列人可以直上来夺得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然而在这里很特别的是，住在城墙上的喇合，他们的家好像没有倒塌，甚至他的家人都平安无事的在他的家中。在今天的经文，上帝他也没有忘记喇合，即使这个约定只是他和这2个探子做的约定，上帝仍保守他的性命，而且也透过约书亚对那2个探子所说的话，让人看见上帝的救恩临到了喇合一家。在这段经文当中，与上帝有约，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看见上帝信实，他也公义。其实在这个时候，耶利哥曾经历这样的毁灭，或者接下来所谓的迦南地经历到许许多多的战争战役被毁灭，也早在400多年前，上帝早就说过了。他说他还没有看见这地方罪恶满盈，但是他看见这地充满了罪恶。不过在这400多年，上帝给他们这样时间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改变，让他们机会来悔改。可惜的是400多年后，他们心虽然惧怕上帝，听过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尊主为大。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喇合他成为在这个外邦百姓当中那个愿意相信与上帝有约并且守约的人。
他将那个红绳子放在这个外墙。或许这以色列人他们在绕城的时候都已经看见了，知道喇合住在哪个地方。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与他百姓、与相信他的人之间的约定。我相信上帝他也从未忘记与你我的约定。这约定是源自他的话语，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他差派独生爱子为拯救我们的性命，好叫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个呼吸之间的生命，是身心灵全然的生命，是一生的年日有多少，每一天活着的这个生命都活在与他的约定，都活在他的应许当中。而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位喇合他也参与在这个约定里面。然而除他以外，这些不愿尊主为大，这些不愿属上帝进入上帝约定的人，真的很可惜，因为时候到了，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性命。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应该说是昨天的经文就有讲到，在这地上有生命的都要除去，然而没有生命的呢，都要全然奉献给上帝。这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有两个意思。其实讲直接一点，就是与上帝心意相合的要被留下来，全然的属于上帝。但是呢，与上帝的属性相悖的，他就要全然的灭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忌邪的神，他要我们活出那分别为圣属他的生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的邀请我们来领受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赐福。我们与上帝有约吗？上帝他很希望与我们有约。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也活出与上帝有约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让我们想到你与我们的约定。主，你透过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罪，代替我们上十字架，不仅为我们死，更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也是愿意赐福我们，更是公义要我们活出那个合上帝心意、属上帝、履行与上帝约定的生命。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活在与你有约的道路上是得胜有余，是被保护保守，是在疫情变化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来宣告，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是信实慈爱的，主，你也是从未忘记与我们约定的。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恢复起初相信归属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赐福你。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与你的约定哦。我们下次见。